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2月2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昨昏国内又搁新增加一桩武汉肺炎的病例，这个60几岁的负责人近来2冬拢唔捌出国过。早起宣召公主号顶头阁有500个旅客入船，不过日本政府引准证人去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也引人议论。当食物防疫检疫局宣布讲，国内旅客便来按意大利炸猪肉节制品入来国内，都要罚20万。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暗，国内又搁新增加一桩武汉肺炎诊断确实的病例。这个60几岁的近来2冬拢唔捌出国过，尤其伊医生看到第4摆才确定验出体内有病毒。但台大儿童病院的黄立民医师就讲，若是的确怀疑患者有感染者，病情行到第5天过，嘛会使换验大便。尤其黄医师佫讲，咱也袂当无承认，目前已经有人伫咧生活中出入社区，就去互人喂着病了。武汉肺炎国内确诊人数增加到第24例，是一个北部60多岁退休的查某人。这2年来无出国过，但是嘛同款着病。虽然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福部长陈时中顶礼拜强调，台湾还未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卫福部嘛做图卡，写社区团部爱符合4个条件，包含确诊的病例找无感染源，本土的感染个案超过境外移入的个案，出现持续性的传播链。发生大规模的群聚事件，但是医师认为，台湾袂当否认已经出现。我们现在有社区感染这件事情，大概是不能否认的哈，就有人在社区被感染。那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到指挥中心定义的那个定义了哈，因为他们的定义是4个条件，我们目前并不符合那4个条件。另外，第24例武汉肺炎的女性患者，第4遍看医生了后才诊断出确诊。还有白牌车司机的小妹，嘛是第4遍采检才是阳性。医师嘛解说，新冠病毒的采检拢是集中伫就呼吸道，但是病毒其实较高集中伫下呼吸道，因为下呼吸道的细胞受体较济，所以伫采检的过程当中出现测不到病毒的状况。其实可能每一次采大概50-60% 是阳性的而已，再出不来，你真的高度怀疑就测抗体啊，你不能老是一直要采呼吸道监理，采个8次10次，那这样不是办法。医师指出，第一代试剂敏感度无够，嘛是原因之一。若是高度怀疑的患者感染新冠病毒，而且病情已经进入第5天，就建议用排泄物来检测，会提升检测的准确程度。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新增加这桩病例，毋来近那2冬伊毋捌出国，佮也拢毋捌和进前诊断确定的病人有接触过。这也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要全面性检验流行性感冒治着重症的病人，才去查到的。就连前2日治病过身，迄个驶自家用的轿车载人客司机，这嘛是按重症的流行性感冒者查出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9日公布国内武汉肺炎第24例确诊的病例，是北部一个60多岁女性，这2年拢无出国。对1月20日出现发烧、酷嗽的症状，20日到29日去看医生4摆，因为出现残血变更情形，第29检查是肺炎，30住院，因为病情恶化，2月7日转到加护病房，2月19确诊是武汉肺炎。在2月17号的时候，医院配合指挥中心做针对这流感并发重症检验为阴性的，在家做这个武汉肺炎的，就于今日确诊哈。那个案目前还在隔离治疗当中。因为个案退休了后，生活单纯，除了伫厝看电视以外，都是伫社区运动甲唱卡拉 OK， 会针对伊的活动历史登去看，找出可能的感染源。目前我们已经追踪了接触者360人，那包括家人、友人，还有这个诊所、医院的人员哦。那也正在安排这个接触者的采检，那将持续调查有其他的接触者。国内19拢总增加2件确诊病例，包括第23例白牌司机小妹，甲第24例北部60多岁女性。指挥中心表示，会列出接触者采检甲隔离。因为第24例19日确诊，目前佫需要调看伊的通联记录，确认敢有8家有中国旅游岁人接触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宣召公主号船顶严重的患者内底，有2个80几岁的老大人，但是镜头加重救无起来。日本到今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已经有3个人。早起日本政府阁安排500个旅客入船，不过也引准证人去坐公共交通工具4线开去，这款做法是引人议论。
但世界各国嘛拢讲有要要求因接回去的国民，拢着爱阁加开观察一摆。泉州公主号发生头一件死亡的个案，2个80外岁确诊的乘客死亡，这嘛，予日本境内死亡人数达到3个人。日本护省流动性宣布，对泉州公主号邮轮面顶所有人实施检疫，19已经予检验结果是阴性的443个乘客落船。落船的超有9成拢是日本人，21架会有500人落船，日本人甲非日本人的比例差不多占一半。ほっとしてますよ。お風呂に入って寝たいだけです。各国来接邮轮面顶国民的包机嘛，小连续到位。澳洲的铁桥班机甲船顶180个澳洲人接转去，已经到澳洲达里文机场，会转去机场附近爬远的空港园区来隔24天。若是意大利的专机嘛，已经去日本，伊加甲30个意大利人，还有26个其他欧洲国家公民的人接转去。到位了后，奉送去罗马附近一个空军基地隔24天。Sì, è all'interno della base militare di Pratica di Mare della Cecchignola molto accogliente. Adesso si stanno definendo gli ultimi preparativi per accogliere gli ospiti. 香港第一批包机甲100来邮轮面顶的香港乘客接转去，20早起已经到香港，会奉送去沙田区花滩准阳村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邮轮面顶总共有352个香港人，有55个人确诊感染，已经留伫咧日本的病院治疗。泉州公主号邮轮变作中国以外的重灾区，嘛去外界号做小武汉。日本政府质疑邮轮集中隔离的做法，各国对日本的检疫嘛无信心。政府允准落船的人会当坐公共运输登去处理嘛，引起各界讨论。目前船顶600多个确诊患者当中，超5成伫咧确诊的时阵拢无症状，可能伫咧无意中就来散布病毒。一个捌去船顶调查的日本专家公布影片，批评船顶的隔离措施乱七八糟，真侪人无挂嘴炎、穿防护衫，根本唔知影病毒伫倒位，是要安怎来预防。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泉州公主号船顶已经有落来5名台湾过去的旅客，下晡会阁有6个到8个台湾人落船去饭店暂请等候。外交部也证实讲，目前安排明仔下晡飞机就会去到日本，按算暗时就会当甲所有会当载的台湾人拢载回来。我们希望当天的下午晚间的时候，抵达日本的羽田机场。我们希望能够在当天晚上，台湾的乘客都能够检疫完成，大家都平安，都是阴性，都没有症状。我们希望能够在当天晚上，能够将我国的国人跟船员能够载回来到台湾。这是我们帮国方的。泉州公主号船顶计共有22个台湾旅客，含2个台湾过去的船员，因为其中5个人已经诊断确定致病，会留踮日本医治。剩的19个拢会坐包机转来。不过外交部嘛讲详细的人数，一来就要等待这2天啊，有的旅客检验的结果发表，嘛就要看旅客本身敢有要倒转来的意向。这架飞机完全的照指挥中心吩咐，将防疫的工作做好，所有的国民落飞机了后，也拢会先送去病院检验。讲到包机头一批按武汉载回来遐个台商含因的亲人，昨日隔开观察的时间就已经到。不过，当也阁有袂少调伫咧500个台湾人，昨暝发出陈情书，讲家己在家内检疫超过半个月，也拢无人致病。真望就是政府会当赶紧同意，互中国所派的飞机载因倒转来台湾。留伫500个台湾人苦苦等待武汉第2批包机，等半个月同款无结果。19暗时发出一张订正批，向总统蔡英文甲相关部会长官公开呼吁，因希望会当知影，为虾米政府一定坚持爱派华航包机，嘛毋知影台湾政府提出的121个人的名单是要安怎判定？即马留伫500个台湾人，阁有900多个人，剩的800多个人是要安怎？没有在责怪政府的意思。可是呢，也要特案处理，说这些人你把他接去了，你可以集中隔离没有关系。那你都说一次900多人没办法接，那你分批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可以接，那我好给这边的那个滞留的台湾人一个交代嘛。陈情书内底阁讲，因大部分是因为旅游也是探亲临时去500，因的厝伫台湾，因嘛爱台湾。其中有个人爱上班饲规家口啊，一寡囡仔就要开学啊，煞无法度转来台湾读册。有个人因为急性也是慢性病爱转来台湾看医生，煞有厝袂当转来。呼吁政府会当体谅老百姓，赶紧同意互东航包机载因转来台湾。我目前看起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吧，因为东航已经走过一趟了，他已经有一趟成功的经验，是台湾也知道怎么对接。万一是东航来，我怎么对接？因为你已经演练过一次了嘛，而且你演练这一次里面有什么缺点，
你也很清楚。比如说，你觉得说，那大陆会不会上来飞机里面又有确诊的案例？所以这次可以要求更严谨也没有问题。中国国台办透过新华社发稿讲是，民进党当局主动加拖时间，随后包机的计划才会签到即马，甚至批评台湾提出必须要由华函接送，是充满恶意的刁难甲政治操作。针对台商返来台湾的议题，伫这个进程还未得到陆委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全世界目前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有7万多人。咱来看下晡上届新统计人数。即阵中国有74578个病例，致病死亡的有2118个人。另外，日本86个病例，新加坡已经有84个病例，韩国82例，香港65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目前有9个病例。宣召公主号游览船，船顶计共有621个病例。甚至日本派去船顶办理业务的2个政府官员也确定致病。咱台湾昨搁增加2个病例，目前拢总是24个病例。欧美国家迄边面，德国有16个病例，美国15个病例，法国12例，加拿大有8个病例。今日早起，南韩做一个通报，增加31站病例。因国内到今已经有82个患者，今仔时会开始进入社区传播这款病症快团的勘站。日本国内九州早起嘛通报有发生头一个诊断确定的病人。另外，中东的伊朗一国昨下验出2个患者，不幸的是佫拢救无起来。今日早起，蔡英文总统接见美国国防部前任的助理部长 Randall Shriver， 伊也借机会佫再甲中国发声，强调讲政治的考虑无应该逃过医疗的专业，唔通佫甲台湾摆脱伫咧世界卫生组织的门口外。美国在台协会早起嘛继续批评中国，讲因是一再暗中咧发布谣言、假消息，要破坏台湾真无简单接得来的民主甲自由。正日前接台来台访问的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总统蔡英文除了感谢他伫咧任内全力提升台美关系，特别是协助完成 F-16V 战机的军售案。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总统就由美国听台湾的这个时阵，再一遍向中国发挥，强调政治不应该压过专业，台湾不应该被排除伫 WHO 的对外之外。无论是在防疫经验，或者是医疗能力，甚至对于整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与繁荣，台湾都有能力，也有意愿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理由而被排除在各种对话之外。台美合作的氛围正高，美国在台协会20继续发言挺台湾，点名中国以无具名方式散布不实消息的手法，减弱台湾的民主甲自由。AIT 处长李英杰也俄罗伫咧对付不实消息的挑战，台美互相合作了正好。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to develop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ways to anonymously disseminate disinformation through a number of channels, including social media. As their malign methods evolve, the motivation remains the same: to weaken Taiwan's hard-won democracy and freedom. 另外，美国在台协会第19.FB 引用经济学人一篇报道，一个病毒2个体制，就由文中分析民主体制对健康的好处。亲像武汉肺炎这种疫情，伫咧非民主国家是危险性更加大。这个观点是暗中批评中国专制是比疫情更加可怕。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爱抵挡，非洲地质也爱提防。昨暗，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已经宣布讲，自今日开始，意大利也列作非洲地质摊开的国家，过来旅客便来按遐炸猪肉的制品倒转来，也就要罚金20万。农委会防检局19号暗时宣布，因为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非洲地质疫情变严重，公告意大利列做非洲地质国家名单。为20饭店开始，旅客违规炸猪肉产品入境，会罚新台票20万块，包括外地、各地有关的相关物件、甲猪肉产品，也拢暂停输入台湾。不过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互两岸往来受到限制，嘛互边境的查检违规炸猪肉案件来到上街，完成过后，共有一件共罚20万块。防检局指出，会继续查检共弹掉的猪肉是毋是有非洲地质。根据1月份的检验，中国阳性率是9.8%，越南是36.8%。目前我们可以从检验的数据可以显示出来。目前他们那边的非洲猪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下来，
还是在流行当中。那国内防疫嘛来继续进行，目前法令规定，喷经过高温煮过将起滴，不过这几天也是抓到中华关有2个违规。那婚姻关的管制更加严格，专门禁止用喷起滴，有2个向检举违规。我们最近就是有民众检举，我们到现场就发现说他有那个用烧煮那个土语的部分，他举发我们就把他开罚这样。农业署强调，婚姻对去年都已经公告禁止用喷气滴，2个拢是第一摆强罚3万块，不过若是违规2摆会罚20万块，6摆则是重罚3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自人出世就是一直咧甲病症对抗。咱讲肺部的癌症是台湾癌症的死亡率头1名，其中肺腺癌的患者佫是一年一直增加。因为患者拄带病时镜头看较无，真侪拢嘛到动症才发觉家己是得着这款病。中央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发觉讲，肺腺癌的患者体内有一款非偏马的血糖血栓，或者 PTTG3P。这款成分的比例若悬，就会加强癌细胞咧大的速度，佫有对化疗药物产生抵抗性。已经过往歌手凤飞飞，2010年因为肺腺癌过往，获真侪歌迷感觉真可惜。肺癌是全台癌症死因的头1名，其中肺腺癌的患者佫是逐年增加。毋过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定伫个癌症末期才发现讲着病。中研院团队上新研究发现，肺腺癌组织的非偏马的血糖血栓 PTTG3P 是影响癌细胞生长关键之一。这些不制造蛋白质的这一些所谓的非编码的长链的 RNA， 是不是真的有生物功能？用这些预测方法预测它是跟细胞分裂，然后这个癌症的成长速度比较快有相关，然后用实验都把它证明出来。过去伫细胞基因体非偏马的血糖血栓，向定义是笨素基因。这几年才向学界发现，是影响疾病恶化的重要角色。亲像 PTTG3P 也甲战斗因子产生交互作用，活化甲肺腺癌细胞相关的基因表现，造成癌细胞增加。紫杉醇跟顺铂的化疗药物上面，其实它就是会影响到说，如果你表现量越高，你的治疗效果就是会比较差。我们目前的发现是这样。研究嘛发现 ，PTTG3P 的表现愈悬，对部分的临床化疗药物会产生抗药性，降低治疗效果。相关研究可能会变做化疗评估的新目标记，当作用药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咱等来看新北市，目前已经完成在家检疫的人数超过5500个人，这是通台湾上界多。为着要加强追踪和管理遐个在家来检疫的市民，新北市政府再去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侯友宜市长强调讲，地方和中央爱共心肝，中央的指挥官陈时中也专工来到位肯定新北市政府的用心。在整个居家关怀包里面，提供了更多的关怀。我们用数位版的方式，让这些学习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的电视里面有很多可以让大家看书、参观博物馆，以及还有各项新北市的服务在这里面，让居家检疫的好朋友们安心在家，好好的度过这14天。好，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市政府，在侯市长所领导的一个团队，那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区检疫的关怀中心。那我们觉得中央跟地方这次可以合作的非常好。我看到市府所做的，都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中心。那我认为未来我们的居家检疫一定会做得更成功。因为昨暗国内已经出现第24个确诊的病例，侯友宜市长也向陈时中指挥官建议讲，县部应当就要把防疫工作的级数提高来到第1级。陈指挥官是讲关系第24站病例，下晡会有记者会详细说明。来讲，今日早起行政院的院会通过要推动这边武汉肺炎的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编出600亿的特别预算。法案考虑到内容，按医护人员的补贴，到甲补助隔开观察的对象，还佫有征用各种物资的规定，甲安怎样替企业消透困难、振兴经济种种。其中嘛有预算20亿，要分振兴抵用券予国民使用，
内容计共有18条。武汉肺炎的疫情拓开，冲击国内经济。行政院真正通过特别条例草案，草案的名定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包括防疫医师人员的补贴、甲受检疫隔离者的补助，并令企业会当获劳工防疫隔离假，鼓励企业分薪水，会加倍抵扣竞业税。另外，阁有定用部做规定甲补偿，甲企业纾困甲振兴，拢总有18条。佮加入处罚，若是有人散布疫情的假消息，相当关3年。实行期间为今年1月15到明年6月底。因为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他们的人身自由受有限制。按照大法官会议690号的解释，应该予以合理补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定出，在2年内可以请求合理补偿。在特别条例特别将这个假讯息罪的部分提高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因应纾困草案，行政院编列600亿特别预算，整体商业、制造业纾困占200亿，其中定税性保的纾困100亿，商业服务业补助60亿，包括20亿振兴抵用券，用来照顾夜市、相关甲基本产业，各有40亿制造业纾困振兴方案，嘛扩大台商回流的方案资格。扩大台商回台的部分，过去因为只有美中贸易摩擦受到影响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会把武汉肺炎这个部分受到影响的企业也纳入，那这个会后续跟国发会来去做讨论。新南向的基地，我们是希望能够回台投资是第一优先。为着回应业者需求，经济部用调机制加加补助2大方向，提出多元的纾困措施，协助产业渡过难关。若行政院将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若是顺利3读通过，2礼拜以内，行政院会完成相关的作业程序，预计3月份就当开始纾困的相关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建和印刷厂，因要求有出国的员工倒转来到国内，就要休无薪水的假。原因就是要因店厝内自主管理健康21天。那这台中市劳工局是讲已经有派人去稽查，尤其要求员工店厝内自主管理健康，这嘛就要照算薪水。那无就以违反劳基法处分，相关会当罚到100万。台中建和印刷伫经济部登记的资本额超过4亿，因为每月要送车予员工伫业界真有名，最近煞引起劳资的争议。姓杨的员工为日本返来台湾了后，互公司要求放无薪假，爱居家自主健康管理21天才会当返来上班，若无就会甲死头路。员工不满甲投诉，资方再去强调讲，进前已经有沟通，也由主管直接跟员工的沟通，那所有的员工都愿意配合。2月13号开始，我们就再把居家自主隔离的天数延长为21天。那也只有王姓员工不愿意配合，他也选择了之前的方案，所以他是有签名愿意支遣的。业者强调是为着要保障大多数人的权益。不过，台中市劳工局表示，除了卫生主管机关依法要求隔离也是检疫的对象以外，超前防疫也是爱付薪水。若无会违反劳基法第22条，相关会当处100万以下的罚金。基于那个营业的考量那请劳工的话在家自主管理那这21天的那个薪资的话，雇主是要给付该劳工这一段期间的薪资，如果没有给付的话，将会违反劳动基准法第22条第2项工资为全额给付，那裁处新台币2到100万元的罚款。投诉的员工表示，伫这间公司已经做7年，2月初7去日本佚佗，采白了后，公司才公告讲，出国返来的员工袂当来公司，无要付薪水嘛袂扣全勤。资方是强调，除了日本，有去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的6个员工，嘛拢有同款的要求。台中市劳工局嘛呼吁涉案的员工正式提出申诉，会依法介入协助，争取相关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目前香港甲澳门的大学生入境咱台湾了后，拢都要在家来检疫14天。不过屏东内部有一个澳门学生去互监测系统发觉讲，2天内出门被抓。内部乡长去到宿舍，甲伊质问。不过这个学生无承认家己有出外，卫生局当嘛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内部乡长带村长、村里干事告警方来居家检疫澳门学生宿舍，问伊敢受家己出外，因为根据监测系统的显示，这个位澳门来的大学生敢若有出外。没有，你有没有出去？我都没有出去，完全没出去。确实配合我们的防疫措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在家里隔离的这个动作，你不要违反我们台湾的法律。学
学生表示，伊无出外，伊嘛强调讲，拢是其他的同学帮伊送餐。毋过，根据卫生局的手机的定位发现，伫屏东读大学的澳门学生2月初6入境，居家检疫爱到2月20。毋过，卫生局的检测手机的定位，却发现伊无伫宿舍内底，而且阁有连续2天被盖出外的记录。从举发单的内容，我们也看见。个案就是有离开他的检疫住所，那后续本局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会进行后续的行政裁罚。乡长表示，因为乡内有2间大学，而且搁伫要开学啊，真侪学生会转来学校，防疫一定爱顶真。另外，卫生局若是调查事实，这个大学生恐惊罚款上悬1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学校就要开学咯，教育部今日也公布讲，学生停止上课的标准。当然，一班内底有一个老师也是学生诊断确定得着武汉肺炎，规班都会停课。一间学校若有2个老师也是学生诊断确定，规间学校拢会停课。乡镇市区内底若有1/3的学校停课，这个乡镇市区所有每一间学校拢得爱停课。咱来看下台东县展开专管校园的消毒，不过这当中有消息讲，私立学校教育部是无协助在内，总是台东县环保局嘛表示，同款的协助消毒校园。消毒人员爱调配好的消毒水，入去台东市各级的学校进行消毒，洗手台、楼梯的手环啊、便所的门手，大个所在拢袂当人过，预计3天全馆会当完成校园消毒。不过，教育部敢若要求县市政府针对公立学校协助消毒。台东县拢总有232间大专以下的公立学校，阁有3间私立中学。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嘛会当到3港消毒。署里面是像我们先以公立为优先的，但是如果私立学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主动来帮忙。即马台东县各级的学校，除了照教育部的规范来消毒，出入学校爱量体温，而且规划发烧的学生隔离休困的所在以外，台东女中阁特别伫逐班提供1支遥温枪、1罐酒精棉球、1罐酒精，阁总钱买3台移动式紫外线消毒灯。伫开学进前巡回27间教室消毒，阁规格防范疫情入去校园。那为什么3台？因为我们看到三位工友同仁哈，那一间教室呢，灭菌灯要弄30分钟哈，那么才有它的一个成效哈。台东县教育处表示，大家各中教小学的防疫物资也搁在补充当中，但是喙暗是上欠的，特别是营养中昼顿拄工用的喙暗嘛欠，可能会变做防疫的空胖，已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希望会当甲拄工的喙暗嘛纳入去配给学校的防疫的项目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这当阵，咱摕健保卡徛名去健保局配合的药房买喙暗，讲起来是真利便。不过这嘛造成真侪药师大无闲，尤其有的较有货的药师，体力嘛武甲用要白砍得。但台南市的黄伟特市长早起就亲身去拜访一个70几岁的药师，当面甲伊说谢，嘛领先全国宣布台南市要补助药局包装喙暗的经费。 70外岁的老药师，逐工拢无闲伫包装慢性病的药包，搁爱应付喙暗失眠症业务，真正有一寡挡袂牢。我要应付我的固定的人是安尼嘛袂使啊，对无？安尼无公平啊！因为我一个对种人，我较有讲，我的人学生初中的，一个家药学生帮忙啊，无要安那，阮太太啊。 因为人力不足的问题，伊的查某囝甲孙仔这阵仔嘛拢来帮忙，但是看到有一寡民众买袂到喙暗，就对因生气，这是互因真唔甘的原因。也没办法说每个人的口罩需求量都够，因为有的人洗身是不是135、26，那1个礼拜就要3片啊，所以他们有拜托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不能达到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是有。 民众是排足长，要来买喙暗，刷落来，佮加了消毒酒精的业务，互真侪健保药师是真艰苦。伫台南市都有19位，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药师。对此，台南市长黄伟特嘛亲自上门来关心，嘛宣布将会补助包装费，以及投入义工。包材的部分，我们考量适当的予以补助；人力的部分，我们先动用这个我们的志工朋友。 来帮忙我们药师，因为他们光是要分装这个200个口罩，可能要花1个多钟头。将来如果再 double 400个口罩，可能要花2、3个钟头。药师因是无偿的配合政府的政策，付出的辛劳，嘛希望民众加一寡了解，嘛真台北民众加一点仔尊重甲体贴。记者郑混淡报道。这边的病情有影，互各行各业拢加真无用。 早起有立法委员和警察、消防人员所组织的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
因批评讲，公务机关逐年拢着爱拍考绩，这款制度会互这阵啊，当伫咧无用抵挡武汉肺炎的基层警察甲消防人员，工课担当袂起。因也呼吁地方各级的机关，考核的竞争拢着爱暂时冻点，啊，阁有大型的活动嘛，拢着爱先停办。警察挂水暗为出入地的民众磅体温。在防疫期间，真侪公务机关的第一线人员拢出动，全面防堵疫情。因过真侪警察伫咧敌军时阵，会接触真侪人，所以只敢拿一个喙暗会当保护家己。我们看到是消防人员全副武装，警察就一个口罩，仿佛警察就是无敌铁金刚一样。高层甚至给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规定，就是用酒精或漂白水去消毒酒精检测器。那是警察。消防人员、全国公务机关、甲学校，拢伫咧做防疫工作，能力真严。不过，又该面对着大大小小绩效考核，就立委甲公务人员结成力量联盟经销团体开记者会，希望政府各级机关、地方政府在防疫期间暂停各项评鉴考核，以免增加业务负担。问题是现在在防疫的期间还办理大型活动，这是提高风险的。参与人数越多，分数越高，一样是增加风险的指标。这种指标，我们都建议跟呼吁必须进行调整。第一线，不管是警消、教育、环卫，很多机构的同仁，他们造成非常多的压力。所有可以延后或是调整时程的相关的评鉴，去做必要的调整。立委也希望消防署会让暂停消防评比项目，和消防员会让专心做防疫。公务结成团体也希望会让趁这个机会检讨警消加公务体系绩效制度。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咱有报讲，因为高中以下学校开学有较拖慢，有的农民所种的菜色煞无地去销，啊，毋过也有的农产品近来是真热门。云林启东乡的农会所出品的蒜头精，即阵仔就烧钱人咧欢呼。启东农会嘛表示讲，蒜头确实会当加强抵抗力，尤其近来大家特别警觉，无怪讲蒜头精会做甲袂副效。云林关新山的蒜头占全国9成，其中启东乡的产量就超过3成。现在大约过1个半月才进入采收期，但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和蒜头在参工还是市面上买气和询问度拢增加，会比以往年来讲的话更提早了。现在已经提早到2个月前，厂商已经进来我们田区，开始询问说是否蒜头已经要开始买卖。像那个武汉肺炎啊，看免疫力也较好袂安尼吼。哦，啊有差偌济啊？加差不多2成出来。启东农会表示，为了要增加农民的收益，启东农会15年前开始来卖蒜头加工的产品蒜头精，会当提高免疫力。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蒜头精的订量陆续增加，也就加出1倍，嘛互农会卖户来传货。蒜头精的订单哦，从过年后已经3、4个礼拜都现在到目前为止啊，都供不应求。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结果创造了赤桐乡农会这个蒜头精的第2春。这个农会就讲，往年中国蒜头5、6月采收，7月来出口。但今年受到疫情无定性的因素影响，目前蒜头的搬商已经提早到山区的田间来落定，蒜头比往年更抢手。目前市面上每斤的蒜头大约140块，今年的蒜价应该维持咧袂歹的绩效。记者为你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英国来到台湾，真侪只漂洋过海，咱的先民，咱的祖先啊，那共款当着病症咧叹。即马咱讲挂喙암、接洗手，有的人佫会食蒜头加强抵抗力。毋过英国咱的祖先，总是因为医学无遐发达，人当着讲病症在下咧谈的时阵，人因第一就是讲祈求保生大帝、大道公主来庇佑，因为保生大帝就是正咱民间信仰医药的神尊。国情今仔日就特别巧。保生大帝庙宇的连队出来，和所有观众朋友，咱做伙来思考，咱做伙来探讨，讨论讲咱的祖先是安怎样对保生大帝这么用心伫咧信奉。第一，咱来看讲像哪谢安江有一队连队，见面第一句讲济世鬼魅君神药，下句讲安利一片圣贤心。这明确像哪即间大道公庙，
名就是叫做济安宫。所以国经有讲，徛头一字，济世归味，君臣药。内底吼，汉药讲究讲君臣做事互相爱配合，所以典故济世归味，君臣药，无归味啦。但是要紧下句就是讲安利，这个利就是利民，就是讲百姓安定百姓，是大道公主一片的圣献心。过来，咱来讲台北大龙帮的保安宫，人因的连队安怎样写？见面典故讲保世极其诚，诚以真而无妄。下句讲安人尽乎道，道至大而该兴。典故就是讲大道公主。要保护世间人，用伊的诚心，因为诚心，因为真情，因为听透世间人，大道公主指示，完全拢无妄无黑白讲的。安人尽乎道，道至大，保生大帝，民间就是称呼讲，这叫做大道公主。所以这句连对讲，道至大而该兴，这个兴就是讲兴旺，就是讲精势变了真好，就是咱易经内底见面。头一篇所写的“乾者元兴利贞”，就是讲吼大发展、大兴旺啦。对着你来卜、你来问的人，也是大大有利，安尼叫做元兴利贞。过来，咱换来讲彰化，彰化二林万兴保安宫，我咱有一对连队，啊，这就是国经所讲的。那地方庙宇的连队，拢会讲着家己的庄头。见面典故，万兴保安宫连队讲保护万兴三里民。东修福海，下句讲安宁彰化二林境，强木神因。是啦，因为民间确实各所在拢有法度去看到国情啊，头拄我所讲的大道公主保生大帝的庙宇，因为永早病症若伫咧看，第一就是爱去拜拜，去拜这个医药的主神，甚至阁有人去求药签。啊，讲来到遮，是毋是所有朋友你也看到？有真济这保生大帝庙宇，庙名拢拄好做保安宫呢。这正是咱台湾民间信仰的特色。所以毋则讲彰化二林万兴的保安宫，伊就讲保护万兴三里民。万兴内底三里就是永兴、真兴甲万兴三里。安宁彰化二林境，强木神因。对这几句的连对诗句，咱会当看到永早的人安怎样抵挡病症，安怎样将心灵寄托给神尊。咱过来讲，顶个月，遮拄通车的苏花公路山区改善道路，有客运的业者咧走台北这线，走花莲的车抓。近来因为人客减真少，晚上要检车班占多。啊，那航空的交通这边面按花莲直接飞韩国的宜舒达航空，但是宣布暂时停飞。啊，那台北飞花莲这线立营航空，毛讲一日要减一班起来。这是花莲转运站，有专门行苏花界北花线的客运，早起9点到10点，这2班上侪人坐台北首都客运，煞一个人客拢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民众要去外地，大部分拢家己塞车。北上的话就载2个吧，啊，南下的话就载了7个。那个乘车率的话是不一定。担心一定是会有的啦，对啊，我们都自己开车，会比较安心。是。其他间的客运载客量嘛无悬，统联客运已经开始减车班，为30班改做18班，而且鼓励员工休年假。到花莲班次载客大概是5-6个人，如果班次减下来的话，我们就鼓励大家把年度里面该休的假就尽量多休嘛，这样。航空的部分，日本韩国联传伊斯达航空已经停飞，理由是取消一班暗时8点10分飞台北的班机，华信飞台中各有高雄目前也是维持正常，租车业者是员工生理歹做，目前已经有3间关门。结束的有几家？3家。从去年过年的开始，客人就一直下降啊，就是几乎都是接近快要零了。另外，台铁方面，目前花东线的载客量虽然是降低，不过台铁强调讲，过年了原本旅客都无济，假使票拢买会到，特别去买客票，所以目前也是维持正常发车。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讲新竹的消息，新竹竹东发生一个6岁幼囡仔去互私立幼儿园内底所请外国老师处罚伤害身体的案件。囡仔的爸母指出讲，后生去互迄个老师按教室内底掠起来摔出去，手骨含过人骹拢乌青结血。啊，新竹市教育局表示，这间幼儿园已经有成人管教过头，目前教育处也有依法要调查详细了。
卫生面中会使看到囡仔的手规片乌青，严重的程度让看是真唔甘。家长投诉囡仔在幼稚园叫外籍的老师拖出去教室外口差不多10分钟，等到厝发现手规片乌青，啊，过囡仔安怎拢唔敢讲，最后囡仔才惊吓来讲是老师抓的。小朋友一开始是不敢讲的、对，小朋友还害怕，就是大人会责骂他说你活该被打、啊，怎么会被打成这样？一定是你调皮。他一开始真的还不敢讲，对，是家长觉得说天啊，这个伤口真是范围太大了，所以他们隔天才直接去学校要求看监视器的画面。然后才发现这样子的事实。教育处知影了，全拢调查。幼稚园表示，当天外籍老师要求囡仔写作业，囡仔回应袂晓写。这名老师认为囡仔的讲白菜，就把囡仔拖出去教室外口。另外已经坦承，这名外籍老师管教过程不当，导致着囡仔的手规片乌青，目前已经停止学这名老师上课。这个孩子是在这个补习班的场所，由这个外师来教学的发生的。那目前这个补习班已经坦承，他们外师因为这个管教不当，有造成孩子有这个手臂淤青的情形哈。那我们后续将依照这个不适任老师的相关的作业流程哈，提我们新竹县的不适任老师认定委员会来认定。教育处表示，若是调查是事实，相当会使马上解雇这名外籍老师，还是4年来袂使搁在补习班教册。另外，针对这名老师无登录在补习班管理系统，已经违反着实名制，以补习以及禁修教育法裁处。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换来讲嘉义县马寮后产业园区后期的工程准备要动工，啊，县府有要拓宽园区对外这座加167线的道路，安尼先嘛去刷着路边120几丛老山野树，啊，毋过护树联盟认为，这款的做法会破坏地方大自然的生态。鹿草乡公所嘛烦恼讲，安尼变是会影响地方特色的活动。一丛一丛的树仔拢有要互搬载的记号。嘉义县鹿草乡马寮后工业区的另外道路要做道路拓宽的工程，167县道两边边啊，大约有120丛树仔，嘛拢爱搬载。消息出来，引起护树联盟甲逐年拢会举办封路拍山野活动的鹿草乡公所是真烦恼。鹿草乡这几年连续每一年都会开放给全国的民众打芒果青的活动，一定要把167线的芒果树全数的保留。因为这一段的一个芒果树对鹿草乡而言非常的重要。这条167县道原本敢咱2个车道，未来拓宽变做24米宽、拢总4个车道。县政府建设处表示，为着要保护这寡要搬载的树仔，会就紧整伫边啊，打造一个比路更较宽的绿带，嘛要求包商爱做好移栽工作。那为了不移这些树，造成这个树木的死亡，所以我们增加了用地的。就规划往南侧做，所以增加了很多用地，将近6.4公顷的土地。然后我们还要因为这些树留下来，我们还要跟台糖征收这些树下来，所以总共经费要多花了1亿2000多万。因为进行中正大学老树搬载的问题，民间团体一直在催生老树保护条例。县府嘛表示，目前法案预计伫3月要送入去议会，但是县道边仔这寡树仔大约是40年到50年的树龄，敢是适用这寡法规，还阁要等正式的法案通过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在带动武汉肺炎拓开，社区有真侪关怀老大人的捐记点，嘛暂时停止活动。啊，不过侪老大人伫咧厝里过外月，感觉真无意。咱来看台中新港的北庄社区关怀记点，咱遮大城开学。因阁办一场热烈的欢迎会，时代跳舞、顺续练筋骨。啊，社区嘛利用机会宣传防疫的工课，互大家算甲真欢喜，又阁会当兼顾健康。阿公阿嬷戴金丝的帽仔，举拐仔，踏出热情的舞步，大家人自信的笑容，都是上好的妆。因为疫情的影响，台中侪社区关怀据点拢延前开学。不过，侪老大人伫厝过外月，用要用袂掉。新港北庄社区关怀据点都申办欢迎会，邀请时代聚会来闹热。因为有想好爱来老岁仔人走无路，拢足无聊的，所以赶快开学最好。有欢喜啊！大家拢戴口罩啊，像我们都有准备酒精跟他们消毒，而且我们
社区里面都有消毒过的啊，而且鼓励他们要戴口罩，自备口罩这样子。防疫的期间，社区先消毒过，才办活动，嘛利用这个机会宣导接洗手、挂嘴罨。防疫的工作做甲真较真，互长辈会使安心佮欢喜。我也交代我们关怀据点这边，第一个进来要先量体温，那也请我们这边长者能够戴着口罩进来，那也鼓励大家能够勤洗手，来避免这个传染病的来传染。防疫的期间，除了消毒以外，顾好家己的健康，提高免疫力，嘛是真重要的代志。这段时段做伙跳舞、活动筋骨，身体好，心情嘛轻松。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云林北港往水南164线火焰树拢总开花了。火焰花是开到水个野，开花期按算的对新历2月一直到4月。不过咱唔要提醒民众要去看花，就要注意安全，千万都唔通徛踮路中翕相哦。云关北港镇164线往水南的方向，车路边的火焰树开花了。火焰花是开甲水更好，照路过的民众看到，拢会停落来赏花翕相。我们一般称为火焰花，也有人把它称为做火烧花，因为它整株看起来的话，像那个火在树上烧。比较特殊的是，它是属于晚冬初春开的花。所以它也比较属于那种报春花型。经过的时候，又觉得心情很美丽，不用跑到山上去赏景了呢。164县道就有很美丽的花朵可以供大家欣赏。不用再去别个地方去看花了，在164这条路可以看见美丽的花景了。火焰树开花拢伫暗时，花解开会带草味。当地民众若是闻到这落味，就知影火烧火的季节到底啊！164线这段路拢是清洁队咧维护，现时火烧火当着时，声袂少人来看花。地方的里长提醒民众斗阵赏花，嘛爱同齐保守环境。即阵啊，愈开愈水，我伫遮嘛要呼吁讲，若来咧观赏的人。尽量对抽水站遮的布花爬起咧观赏，比较安全。袂少照路过的民众看到景致水，就停落来赏花翕相。毋过164线往来的车辆真多，民众要翕相会当爬起哩路边的布花，毋若安全，通欣赏的风景是愈开阔愈迷人。记者综合报道。同款讲中部南投县政府委托南开科技大学拢总6个单位，将南投县志继续刷落去写。头尾用13本要写出近来20档发展甲变迁，有期经过9年一大地动，真侪文书资料拍唔见，这项工作的困难度也愈增加。地方的文化资产要保存，确实就要真感谢政人的用心。写历史会当保存地方的人文风情。南投县开5档的时间，便接收南投县志，接进前的县志为83年一路写到103年，全图总共13卷，记录这20多年来的发展。过去呢，我们南投县志是修了交通制，那我们觉得南投观光是主轴，而且观光的资源非常多，所以呢，特别把观光制从交通制里面把它给独立出来。因为921大地震的关系，未少文书的资料甲档案拢拍无见，增加这项工程的困难度，卖当凸显记录的重要。南开科技大学等6个单位开5档的时间，唔但写历史，嘛访问收集各界重要人物的故事。在写的过程中，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而且我们都一个一个去访谈，然后呢，不止访谈，访问他的子孙，还收集他相关的资料、老照片等等。南投县府表示，这是政人做伙合作的成果，希望把这文化资产留给后代子孙，让地方的故事会当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等来讲台中潭子大丰社区，遮主要咧种马铃薯，产量排伫咧全台湾第5名。当年出产期一直到，大丰社区嘛拢会传马铃薯来送礼民。今年就款2500斤，要分订给庄头的大细汉，大家做伙来欢喜。一箱一箱的马铃薯分做一袋一袋，放伫咧桌仔顶，摕社区所发的马铃薯兑换券，就会使摕到一包5斤重免费的马铃薯。台中潭子区大丰社区民众是拢排队来领。我们在这里的社区蛮幸福的，蛮幸福，蛮享受到这个有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帮我们办这个协会，感觉到说我们居里很温暖。总共准备了2500斤，我们大丰市集每年就有办的，大丰市集有比较
对于里民比较有照顾的。台中市潭子区除了有加工出口区，当地也生产马铃薯，年产量达到4200吨，是全台湾第5大。为着让地方的民众会使加互动，潭子区大丰社区特别举办免费领马铃薯的活动，推广在地的农产品。潭子里面，在中部里面，我们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而且品质是最优的。那除了我们推展这个竹笋以外，马铃薯是我们这个季节里面最好也最棒的农产品。那我们一定会继续把它推展下去。除了发免费的马铃薯，大丰社区也因应今年2020灯会伫咧台中提供免费的花灯，互大家来睇。透过分享，互农业唔单单是生产，也会使有人甲人伴暖，甲做伙分享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上的治安消息。德国的首都顶礼拜四才发生有人开枪拍死人的治安事件，结果台湾的时间2月20号早，德国国内又发生一阵歹徒，伫咧酒吧和咖啡厅举枪出来弹，计共造成8人死亡，5个人受伤。警方嘛当伫咧查明歹徒犯案的动机。自附近的民众伫咧管理所在用手机所翕的画面会当听到，当救护车加警车正赶往第一现场时阵，离无偌远的第二现场又搁传出连续枪声。案发所在地哈纳夫是属有黑森邦，伫咧法兰克福东边差不多25公里的所在。根据华电引述目击者的讲法，加警方初步的调查，连续加身份不明的歹徒，伫当地时间暗时10点外。也就是台湾时间20号早差不多5点外时阵，先伫一间酒吧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尾个走到附近一间咖啡厅，对着规定人扫射，又个造成5个人死亡。2个现场的受伤人数加起来有5个人。因为案发迄当阵枪支4过射，造成画面上这台变速轿车车身拢是枪支孔，玻璃窗也破去，碎甲规道卡。因为哈纳夫原本是正平静的小镇。也是正有名的格林童话发源地，怎么竟然变做连续枪击案的案发地点？Also, dass sowas uns nicht bekannt ist, also sowas in dieser Gegend gibt es eigentlich sowas gar nicht. Also das ist schon so, wie sozusagen wie im Film. Also das ist wie ein Witz sozusagen. Also dass jemand einen Scherz gemacht hat oder, also ich kann es noch nicht realisieren, was alles passiert ist. 有目击者讲，开枪的凶手坐一台青色的自用车走离开现场。目前警方也搁伫咧追查，同时凶手也无事先发表任何的犯案声明，所以犯案的原因也该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较烧热，下半晡各地头温度预报，咱就做伙来看清楚。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8度到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0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4度。金门马祖平湖13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